伦巴一个南马下乡男子陷害，因为土地开发特别非法被土5个炸5个，使到环境受到污染，规整规的5个也减少的。南马下乡仍然给乡民提示过年前，组织呢一个老河坝的队伍，要来保护河坝，同时举行5祭来表态对河坝的爱护。没想到河坝真唔简单，使得来歇困一下，又渡到100夜不太水，同样受到风灾也个影响的阿里山乡的泰纳伊谷已经有走出的后生人透过网络来发通来募款，请大家用归去也个家乡，请回归讲嘅河坝。做等传统嘅sản婦，那等也同入向田祭拜，沙地唱歌跳舞，那麼下嘅招出人都男子陷害嘅順條，過了幾百年，出人當從事生態保育，為到感謝河壩，故所用5G來承蒙老天公，都河壩上嘅大沙古巷擺祭品，仲有那也同也保定樹嘅祈求河神保育河壩地度嘅生物。就出種到祈求河神保護5個魔海還有下降推相傳，韓國用水嘅主也都祭品順好，代表向河神獻祭，儀式就算係完成嘞。神聖嘅祭典，感恩嘅氣息，那麼下嘅5G代表原住民敬仰天地、保護自然，也係一種精神嘅傳承。唔過本來做得本人安然自在公義嘅地圖，沙認證也被風災改變嘞，已經睇唔到那麼下山無地度足足滾嘅水上嘞。嘉義縣阿里山三米村招出嘅後生人，好少大家轉去保育者嘅位所，希望做得重現安江嘅光景。那麼下男子陷害嘅原住民，強用對土地、對自然嘅愛。希望本鴉片好山好水，再個展現東強嘅生命力。下個新聞綜合報道。